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届新的研究发现，讲这埃及花卡蠓将可能透过用同一支注射针的传播模式，只要是蠓去绑到这天狗热的病毒，搁再去叮别人，就会造成这天狗热伫咧社区大流行。这项研究今年8月已经发表伫咧国际期刊了。 国内天狗热疫情下降，不过今年热天，天狗热疫情伫全台湾滚价，差不多各县市拢有病例出现，尤其台南甲高雄正做重灾区。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，过去就是天狗热传播至少需要8天，不过带有天狗热病毒的蠓仔，应透过用针头的传播模式，减少病毒传播的速度，造成疫情大流行。蚊子的口气呢，当做一个污染的一个针头。 所以，它叮咬第一个病人之后呢，这个污染的口气，如果在接触叮咬下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达到这个传染登革病毒的这个传播。研究团队表示，伫动物实验证实，先互蠓仔叮，互被病毒感染的鸟鼠了后，佮叮下一只无染病的鸟鼠，结果造成下一只鸟鼠也染病，显示若蠓仔喙去绑到病毒，只要叮2喙，就可能造成病毒传播。 甲病毒性肝炎 HIV 共用针头的传播方式是正共款。第一时间落实3合1，包含室内喷药的这个工作呢，对于这个机械传播的发现呢，是可能具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。 研究团队强调，这上新的研究对未来天狗热防治有帮助，应采取早期应对，在疫情发生初期分析病毒是不是引起害色传播，提早发出预警，避免感染人数大幅增加，造成天狗热大流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